来看农业部调查国内10个重要的岛礁生态地，今年的寒冷毋但数量稳定，台南甲高雄的岛礁甚至有增加的趋势。不过最近有3只死去的乌面腊杯是验着禽流感 H5N1，防检署是提醒养禽业者要爱注意防疫。规定岛礁落南来台湾过冬，各档防检署拢会委托台北市野鸟学会监测甲调查10个重要的生态地的状况。这个冬天，岛礁的族群甲数量拢算稳定，不过有4个所在有增加，包括台南树草、昆新，也有高雄的永安、嘉定。防检署呼吁四边的养禽业者加强防范。养禽业者在本件上一定要要进出一定要消毒，野鸟还是也要做好防鸟围网的一个设备。台北市野鸟学会讲，岛礁来台湾过冬，主要是先到干豆、五果、树草、宜兰这蓝马地，刷落来，搁再拖出去。准讲要降低治疗禽流感的岛礁，搁再甲病毒挖出去。野鸟学会认为讲，上好的方式就是好好保护重要的蓝马地，也是保护区，民间有够食，岛礁就可以留伫咧遮的生态地。不然他没地方去，伊就走去边啊。好就是让我们几个重要的市草啦、将军啊、鳌骨，就是保护起来，然后鸟就留在那边，它们也不会扩散出去，然后这样子整个会对禽流感的控管会更好。野鸟学会讲，去年12月天气反冷，岛礁明显有增加。按算这个冬天，落南的乌面腊杯数量有通搁再创新高。不过，防检署证实讲，1月初5甲1月初6，拢总发现3只死去的乌面腊杯有治着高病原禽流感病毒 H5N1。乌面腊杯是较袂走去养禽场，不过防检署也是提醒业者要爱注意。记者台北报道。